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龍爺爺，我成日睇書睇手機，對眼又乾又蒙啊！小龍唔使擔心，呢個桑樹就有護眼妙藥。中醫入邊，桑葉性涼味甘苦，最擅長清肝明目，專門對應眼乾、眼蒙、肝火旺盛嘅問題。原來平平無奇嘅桑葉咁厲害。新鮮桑葉曬乾沖茶飲，除咗護眼，仲可以輔助調節體內糖分，適合日常保養。飲茶都可以養生，太方便啦！桑葉茶性溫和，日常飲用可以舒緩肝火，幫助穩定血糖，係平民養生好物。神龍爺爺，桑葉唔係用嚟飲嘅咩？點解要浸軟佢啊？桑葉內服外用功效唔一樣，依家教你外用護眼。新鮮桑葉外方可以直接潤眼消皮，好涼超舒服，舒緩眼紅眼乾，清肝明目效果更直接。記實啦，浸茶內服主打降糖養生、清肝火，外敷主打即時舒緩眼疲勞。用法不同，功效各有長處。原來一片小小桑葉藏住咁多中醫智慧，萬物皆有靈。中醫養生就在日常生活之中。